黃偉文的前因後果。本節目內容純屬個人意見。儒家講求中庸之道，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。好多人錯誤咁以為凡事模棱兩可就係君子，就係明哲保身，以為凡係堅持立場就係偏激。新聞嘅持平唔係咁嘅，新聞自由最可貴嘅就係百花齊放，選擇自由留翻俾群眾。一個城市嘅新聞自由就係在於有所選擇，人人都可以揀自己喜歡嘅媒體，人人都可以選擇同自己價值取向一致、意見共鳴嘅評論，呢個就係最大嘅新聞持平啦。春秋戰國時期係中國歷史上邊思想文化最成熟豐收嘅黃金期，百家爭鳴，其實用依家某啲人嘅講法就係百家偏激，各有立場，說話凌駕各據一方，麥迪兼愛，楊朱為我，都可謂極度偏激咯啩。但係各自表述，各有途中，就交織成偉大嘅中華文化啦。西方嘅教堂玻璃燦爛奪目，因為由唔同大細、唔同形狀、唔同顏色嘅玻璃組成，各塊玻璃獨立嚟睇都岩岩巉巉，不成規律，但隨意拼湊就成為一塊藝術嘅圖案。呢個就係多元文化嘅精神。香港嘅新聞自由一直建築喺呢個多元文化矛盾統一嘅精神上面。英國殖民地政府從來冇管束過呢種百花齊放、左右極端嘅言論自由，容許文大新商精嘅左派旗幟，亦俾工商華僑星島時報嘅右派堅持。重點在於市民有所選擇，信任群眾，放權群眾。今日擁有權力嘅人唔歡迎異見聲音，收翻人民嘅選擇權，就係與民為敵。冇咗言論自由，唔會有新聞自由；冇咗新聞自由，香港人就冇埋個人自由。一葉知秋，大家要起嚟保護我哋嘅基本權利。